囡仔咱兜有饲狗无？农委会统计，全国狗仔甲猫仔数量一年一年成长。即摆有真侪家庭拢会互囡仔甲猫狗做伙耍，但是也是爱真注意。台北市就有一个7个月大的查甫婴困甲真甜，想袂到厝内底所饲的迄只土狗，常常挖过，为囡仔喙巴甲压落，囡仔的面规个拢是花，送病院添5针，加在无伤着目睭。画面内这对翁仔某赶紧用走的，冲向巷仔口救护车，因为因兜的细汉婴面拢是血，一直哭。听到小孩子哭而已，然后多大声？很大哦，沿路一直扑过去了。囡仔爸母一直走，阿公嘛对伫后面嘛非常着急，伊一边行，佮一边用手机咧通知厝内的人。小朋友已经回来了，脸上有点湿，脸上有点。车3一早10点外，这7个月大的这查甫囝困甲长落面，过啥嘛想袂到，厝内饲的狗仔竟然安尼怎向用挖起，家囡仔的喙皮，紧急送病院了后，空喙添5针，好在无伤着目睭。这狗仔为什么会向攻击呢？有可能是这婴大出世，主人的关爱对狗仔身上煞到囡仔，狗仔才会失控。提醒厝内有宠物，甲细汉囡仔的家长一定爱注意。